景咧，我覺得真係 OK 嘅，都非常之舒服，非常之開揚嘅。咁樣望出去可以見到啦嚇，嗱非常之開揚，隔離又有兒童公園啦，帶啲小朋友去玩啦。嗱呢個方向咧仲可以望到咧我哋木馬湖嘅，而家賣緊嗰個5期啊，之前咧我都拍過片嘅。Hello， 大家好啊，我係明仔，叫我 Alan 就得啦嚇。咁咧有好長時間啦，冇同大家去拍片啦。而家咧又嚟到大家身後熟悉嘅地方萬達廣場啦。咁今期咧我帶咗一套超級筍盤俾到大家啦，就喺萬達廣場附近嘅。咁呢位業主咧亦都係準新樓嚟嘅。當年咧高價買翻嚟，100幾萬買翻嚟咧冇帶裝修，而家咧再抌咗成20幾萬裝修，自己住緊嘅準新樓，非常之新淨嘅啊！幾年時間咧，蝕超100萬兩房單位79方嘅如果係上會咧，月供2000鬆少少就可以做到啦。而且咧，今期咧我仲好幸運地咧邀請到業主出鏡一齊去拍片嘅。咁呢位業主咧係一位媽咪嚟嘅，帶咗2位小朋友喺度住緊嘅，裝修得非常之靚仔啦咁就係咧我哋呢一個方向喺大亞灣兒童公園隔離嘅叫新園之春園呢個屋苑有少少拗口，不過咧佢係屬於一個準新樓嚟嘅就喺兒童公園隔離，非常之方便行過嚟萬達廣場咧，如果慢慢行咧，需要10零分鐘啦咁咧而家我哋所在嘅就係萬達廣場啦。點解要夜晚嚟咧？第一咧，我啱啱帶完客，收到風咧，知道呢個單位咧非常之筍嘅，所以咧特登過嚟夜晚過嚟拍條片俾大家去睇下，順便俾大家睇下咧星期日夜晚我哋萬達廣場係幾咁旺，大家可以見到啦，超級多人嘅而家可以見到啦，我哋而家停車場入口咧打晒蛇餅超級多人嘅，同埋轉一圈，我哋入邊啲商場入邊非常之旺嘅係我哋呢一區最旺嘅商場啦。行過嚟咧都唔係好遠嘅，咁我哋呢度嘅返港交通咧一樣係非常之方便嘅，就喺呢個位置咧就有直達巴士到我哋沙田地鐵站噶啦。咁咧如果搭巴士咧就耐啲嘅，就可能要5、6個字至可以到我哋呢個沙田地鐵站啦。咁如果係 call 車咧即係平時我哋自己揸車咧，我就試過最快咧3個字就可以到呢個沙田地鐵站。咁如果慢啲咧4個字內都係可以到嘅。咁咧再過多一段時間咧，我哋萬達廣場對面嗰個泰豐木馬湖啦，都會開通直達我哋香港嘅直通巴嘅。咁咧我估計咧可能喺12月份咧就會開通噶啦。咁咧第時咧我相信會更加方便嘅。咁車飛咧我估計咧可能係百零蚊就可以到噶啦。咁到時咧佢開通咗之後咧，我都會特登出條片俾大家去睇下嘅。咁講翻我哋今期呢個單位啦，我覺得係非常之抵嘅，因為第一佢係準新樓，第二咧如果你上會咧月供咧2000就可以搞掂啦。業主係全新裝修嘅，啱啱住咗個零月啫非常之抵玩下。咁咧而且咧業主係俾咗個驚喜價俾到大家嘅，因為咧我同業主傾過係包埋增值稅嘅，業主嘅賣價之中咧仲要額外多俾4皮幾嘅增值稅，因為咧佢話咧當時佢係一手樓買翻嚟嘅，但係個名咧係擺喺個親戚度嘅，近呢1、2年咧至過翻佢自己嘅名嘅，所以咧我覺得今期呢個筍盤咧真係非常之抵嘅好啦，咁明仔就廢話唔多講啦，仲喺度睇緊條片嘅朋友仔咧，幫明仔點翻個 like 喎，同埋咧如果有感興趣嘅朋友仔咧，記得揾明仔上嚟睇樓啦。同埋咧，記得訂閱翻明仔呢個頻道喎，我哋一齊上到個單位去睇下先。嗱，而家咧上到嚟我哋今期呢個單位呢度啦咁咧呢個咧我就今期就邀請咗呢位靚女業主出鏡啦，佢就帶住2個小朋友喺度住緊嘅。有2位小朋友咧為咗配合我哋拍片咧，坐喺門口度睇電話啦都非常之乖嘅。咁咧我哋今期呢個單位咧，我覺得點解覺得抵咧？因為第一佢係新裝修。但係大家唔使驚係嗰啲所謂嘅串房啦、化妝樓啦，唔需要擔心呢個問題嘅，因為咧業主自己揼錢去裝修嘅，而且咧帶住2個小朋友咧喺度住緊嘅，所以咧完全係可以放心㗎啦。2個小朋友都喺度嘅。呢個門咧都幾靚下嘅，指紋密碼鎖帶埋可視，據講有呢個貓眼喺度嘅。電子貓眼喺入邊咧可以見到出邊嘅樣嘅。咁呢個位咧仲有個咁樣嘅位喺度啦。係直情可以望到咧我哋隔離木馬湖木馬湖，我哋鏡頭放大少少，大家望唔望到木馬湖嗰度啦就可以望到木馬湖學校啦。所以咧我哋呢個位置咧算係比較靚㗎，而且咧
特別咧，我哋呢、個積咧裝修咧嗱都非常之靚仔嘅。咁而家我哋慢慢入嚟先來姐姐你好，進來你好你好。我們這一期呢，就是你介紹一下你這個房子了，等一下我們再講價格了。我記得你當時說你這個裝修是花了20多萬，都做了哪些裝修啊？讓你自己介紹一下。你看一下我那個做的全部定制的衣櫃，到頂的定制衣櫃，到頂定制衣櫃，然後酒櫃酒櫃，哇，這些裝修裏面這些都是花錢的喎。對，還有我們的那個封窗，而且我們做的都是雙層的，加厚最厚的那種封窗的玻璃。哇，這個景觀也很不錯哦，是看着嗱係就望實我哋隔離嗰個兒童公園嘅景啦，非常之靚仔非常之開揚看整個大灣，這個我看一下是南向哦，我記得這個方向是南向哦，是南向，我看一下邊套。南向，裝修，這些做了通鋪封窗。是的，而且我們的家電用的全部都是品牌家電。海爾的家這個空調。對，包括廚具廚房的然後衛生間用的裝的都是。進來看一下這個廚房，這個廚房到時候他這些家電也是全部給的哈。有沒有要帶走的家電？不帶走，全送，家私家電全送。然後呢個廚房呢要自營嘅，這裡還搞了個洗衣機櫃，封窗這裡封了，其實設計的挺好的。這裡還做了一個洗衣池，放了個洗衣機，做了晾曬。我們鏡頭進來看一下這個。你看，對。還做了紗網，這個。對，做了紗網。所以我們進房間看一下。我記得你說你房間也是做了很大的一些改動哈。是的，你看一下我住的這個房間我是打了一排到頂的這個衣櫃。哇，全部的這些櫃子，這個是化妝櫃。是的，然後這是打的榻榻米。榻榻米的床。對，下面都是櫃子。很實用，這個。它這個是多大？房產正面積是79.9。79.9，兩房。對，兩房。然後來到廁所這裡。對，這邊是洗手間。還做了個，這個是智能馬桶。我做的是智能馬桶，而且都是恆溫有溫度的。恆溫有溫度對。智能馬桶，然後智能馬桶，因為我是裝的自己住的本來嘛。所以就差點這個隔斷咯，這個位置就差一。然後這邊的話就是這裡做了一排到頂的衣櫃，然後做了個小樓梯上床，就是一個1.2米的床。這裡下床的話是一個1.5米。兩間床，這個確實很實用。我們鏡頭出來這裡給個特寫。這邊的話還做了個書桌。書桌確實，這個房間設計得很好。講實話，嗱，通常咧，業主自己裝修咧，裝修呢一隻咧，真係好難得，因為點解咧？呢啲要訂製嘅。有個小朋友可以分開咁樣嘅床。講真，多數咧係買翻張碌架床喺度就算數噶啦。所以咧，由此可見咧，呢個業主咧係非常捨得落足晒本去做噶啦，喺度住啦。咁咧陣間咧，我會同業主傾下因為咧個價咧絕對驚喜嚇，因為咧業主係幾乎咧係貼錢去賣樓咁滯啦姐姐我們聊一下就是這個房子，你當時是18年還是19年買的？我記得這個小區是2018年，那時候新房在售的，當時買過來是什麼價格？18年買的，然後是13000多一個平方米。13000多，算下來這個79平103萬多，103萬，還是毛坯？對，還是毛坯。然後你這個房子，裝修，我記得剛剛你說的是。裝修是花了20大幾萬哦，加上這些家電，這家電都是海爾的這些20大幾萬。現在裝修好像也沒多久哈，才我們今年5月份裝的，然後
放了几个月，我们住进来也就个把子月吧。个把月，带着2个小朋友哈。是带着2个娃在这里，然后很累很辛苦，就想着把它卖了，因为这个房子你不住就没有金融属性了嘛。也确实是，房子不住就没什么用了，像现在。是。那你这个还欠款？没有欠款，我们7月份才把它尾款还掉，我们的尾款都还了50-60万。50-60万。啊。那我记得你说，这个房子是之前写在亲戚名下的，最近才过户才到你们名下的。对对对。如果到时候因为你们现在放盘价嘛，是放的是59万，放在网上59万。59.6。59.6。那现在反正都这样子了，那就是一刀切啊，搞狠一点，没办法了，忍痛割爱了，这个东西就是把它给卖掉了。因为我看了一下哈，大概你看差不多50内这个样子啊，强颜欢笑。是啊，我说现在卖套房子真的很不容易。亏那么多钱，还有我配合你。因为没办法，现在怎么说呢？买房的他也是看性价比，也怕自己买亏了。所以说。不过讲实话哈，这个装修我们真的是用的材料都还可以，挺好的。是我刚刚看了，确实是酒柜啊。最主要的话，因为我们自己有2个小孩，这么小，然后我们也怕甲醛啊各方面超标啊，对人不好啊，所以我当时选的材料都是比较好的。是。然后也装完了之后，还请那个除甲醛的来来回回搞了3-4次。但其实除甲醛那些好多都是骗人的，忽悠人。不知道是不是骗人还是心理作用哈，但是我们还是除了几次。除了几次啊？3次。心里舒服了一点哈。对。有小朋友住。那就是我们来之前讲好的咯，价格了，就是一口价49万，再加增值税算了大概就是4万多啊，一口價49萬，呢個積咧79.96方，49萬，業主咧仲包埋增值稅，增值稅咧4皮幾，計翻個價單咧6000鬆少少，而家業主咧係冇任何欠款噶啦，我知你欠款還了53萬多，56萬，哇，56萬多，那如果49萬賣再加稅，哇，那就相當於倒貼了差不多10萬塊錢去賣這個房子。對。確實是虧了好多，如果算下來1-2加這幾年的利息，差不多接近100萬了，有啊，裝修有，加上家具家電裝修，家私家電20多萬，上百萬。哇，50哦，如果計翻呢啲咧，業主咧差唔多蝕咗成頭噶啦，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單位咧都係好抵嘅，因為業主咧係外省嘅，所以咧佢呢個單位咧就諗住唔喺度住啦。佢話咧小朋友咧喺度住又唔慣，所以帶翻鄉下去讀書啦。因為佢喺鄉下仲有樓嘅，有成1500尺嘅單位，所以咧呢度咧就放咗佢啦。咁我哋呢度咧啲景咧，我覺得真係 OK 嘅，都非常之舒服，非常之開揚嘅。咁樣望出去可以見到啦嚇，非常之開揚，隔離又有兒童公園啦，帶啲小朋友去玩啦。呢個方向咧仲可以望到咧我哋木馬湖嘅。而家賣緊嗰個5期啊，之前咧我都拍過片嘅。俾大家睇過嘅，所以咧如果有感興趣嘅朋友仔咧，可以聯絡明仔嘅呢個單位。如果上會咧月供咧月供如果喺俾足首期嘅情況之下咧，2000就可以做低佢噶啦，2房即刻就可以拎袋入住噶啦。如果full pay就乜都唔使諗噶啦，即日就可以搞掂啲手續，過完契噶啦，業主包埋增值稅。講真，業主係真係蝕咗好多錢噶啦，而且我哋呢度咧。去萬達廣場咧，你可以行路去，不過行路就遠啲，可能要10零分鐘。如果成日睇片嘅朋友仔可能會知嘅，呢個屋苑咧就喺安德利茶樓隔離嗰條路啦，行入嚟少少就到㗎啦。咁咧都唔算遠嘅去萬達廣場。咁我哋行出去咧都有一啲直達巴士到我哋關口嘅。蓮塘啊、羅湖啊呢啲關口嘅都非常之方便。如果有感興趣，記得聯絡我話記得訂閱翻明仔呢個頻道嚇。咁咧
咁價就冇得劈㗎啦，業主一口價49萬啊，而且咧呢個唔係頂樓嚇，係中層嚟嘅，啲景非常之舒服，南向正南向嚇，隨時喺度睇樓嘅，因為業主喺外省過嚟嘅，佢而家喺度住，就賣咗樓佢就走㗎啦。所以咧其他甲醛嗰啲咧，啱先都聽業主講過啦，即係佢揾咗嗰啲除甲醛嘅公司嚟除甲醛。咁其實咧，我同大家講，嗰啲咧係多數係人嘅心理作用啫。不過咧，佢裝修嘅用料咧真係靚嘅，我睇過嘅因為咧佢有2個小朋友喺度住嘅，業主都擔心嘅，所以咧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甲醛呢個問題業主喺度住嘅。咁咧好啦，如果感興趣咧，記得聯絡我喎。睇樓咧免費專車接送。如果買新樓咧，問你明仔咧，仲有額外嘅優惠俾到大家，送埋全屋嘅電器俾到大家。好啦，咁我哋下期見，拜拜。